家好，今日試食元朗嘅老鳳茶居，大家嚟睇下食店嘅擺設啦。餐具就係70到80年代嘅樣。金沙米黃腸入面有一股鹼水味，唔推薦。古法千層糕入面有豬油同奶黃，我唔鍾意呢個味道。鵪鶉蛋燒賣係呢3個點心入面最好食嘅點心，推薦。冇浪費食物，埋單109港元，冇加1。食店評分，多謝收睇。